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12月2号根据天眼查的信息显示恒大集团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4.8亿余元。恒大的这个进入执行阶段的债务又多了4.8亿。恒大最近开始追缴以前员工的收入，主要是指这个恒大财富旗下理财产品这些佣金收入或者是推荐的提成，这个要追缴限期退回到指定的公安机关的这个账户上，并且对2017年到2021年期间任职的恒大集团以及各地子公司领导班子，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层，这些人要退还15%的工资奖金。怎么就到这一步呢？这个跟许老板执迷不悟也有关系。许老板第一次赌，第二次赌都赌对了，赌国家救楼市，赌国家政策，所以这个恒大叫逆风飞扬，一举成为这个对吧第一大房地产开发商都是许老板赌对了政策风口。但是这次暴雷的时候他继续赌，他认为国家会救市，他赌对了，再一次赌对了，但是他没能坚持到天亮，他一直以为这个恒大大而不能倒。某种程度上这次救楼市恐怕就是以恒大倒下为代价。当然了，恒大倒下之后，不仅仅是恒大一家，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暴雷，不能不说跟恒大有关系这个许老板在2022年春节，他给恒大员工发了一封信，在那个信里面细数恒大对社会做的贡献，给银行交了多少利息，给税务交了多少税，给员工发了多少工资，对吧？捐款捐了多少，总之造福社会。第二个呢，恒大的财产，恒大的资产足以保交楼，不存在窟窿。恒大资产不能贱卖，一旦贱卖就没办法保交楼从这个可以看出这个许老板和其他的房地产老板手法不一样。这个我一直拿来举例子就是融创的孙老板。孙老板这个融创一暴雷之后孙老板是壮士断腕，对吧？项目捡好的先卖，只要有人愿意出价就卖。那个上海那个日光盘呢，什么融创几号就已经卖掉了。同样的东西许老板他是不会卖的，许老板那些资产都是被别人强行的给他划了走了，所以这个就导致许老板和孙老板两个人命运各自不同，都是暴雷，对吧？一个现在还在参加什么武汉的什么大学校友会，一个在蹬缝纫机这就是差距，对吧？许老板最后还准备玩假离婚，对吧？转移财产，搞这些小动作，结果激怒了债权人，债权人干脆提起破产，对吧？这个时候你还在转移财产，那债权人没有办法，尤其是境外债权人他以为把财产搞到国外，对吧？搞什么家族信托，在国外藏一些房产等等，你这些招数只能对国内的这些韭菜，国内债权人，你对国外的那些债权人，你这一招失效你藏来藏去的，你藏到海外，那都是法治社会，对那些海外的债权人来说，你都是透明的。所以你看那香港的那些还有这个英国的那些公寓房子，统统的被查封。伦敦法院下达全球资产追查令，这个许老板想不开许老板万幸还是在中国如果在越南，那他就麻烦更大。为什么呢？根据界面新闻越南的女版许家印这个终审判决出来了。12月3日，越南胡志明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该国房地产大亨万盛发集团董事长詹美兰死刑判决。法官认为该案造成损失巨大，后果极其严重，没有减刑的依据，也就是越南高院维持了对詹美兰的死刑判决。这个詹美兰是越南的许家印。不过詹美兰还有一条生路，就是根据越南的法律如果他归还被认定侵吞资产3/4，并与当局合作，他仍然可以获得减刑。那死刑减刑的就是不用死了。据此前报道，越南检察官称詹美兰必须偿还约110亿美元才能免于死刑，而詹美兰被法院确定的是挪用西贡商业银行123亿美元，这个跟徐老板比起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徐老板是2万亿所以说这么说的话，徐老板是万幸生在中国。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也跑了这个证券时报报道网传说祥生控股集团总裁潜逃境外。12月3日，祥生控股集团发布声明称，近日有不法分子卷文，并在媒体渠道上谣传该集团执行董事总裁已潜逃境外。该等不实消息既是对陈先生声誉的故意诽谤和污蔑，也是对本集团名誉的刻意抹黑，更是对行业秩序的恶意扰乱，挑动社会矛盾，打击
击，致力于帮扶本集团努力走出困境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信心，无风不起浪啊！祥生控股啊已经爆雷了，总裁如果跑了也能理解，也有可能是跑没跑了，这谁知道呢？谣言呢，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说，周鸿祎公司突然卖房。11月29日，知名企业家周鸿祎旗下上市公司360公告，全资子公司天津奇汉科技有限公司以 1.33 亿元的价格，将持有的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海泰大道20号研发楼 A 栋房屋及90个地下车位转让给天津滨海高新区企业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360啊，都卖房了。我推测啊，360恐怕是这个现金流啊也有问题，毕竟360好像不赚钱嘛，除了他那个放高利贷的有盈利，其他的业务估计是不赚钱吧，那对现金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360现在啊也是麻烦缠身啊，现在有很多360的前员工在起诉360，举报360啊，他当年在这个纳斯达克退市，然后回归 A 股啊，这中间有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也是无风不起浪啊，这个恐怕也够这个360喝一壶的。这个周老板被逼啊，都已经拍短剧去了，拍霸道总裁系列，也是点儿背啊，本子刚写完刚拍，结果广电总局啊就来了一个，对吧？对这个短剧的题材啊，霸道总裁这系列啊加强审核。360啊，这个全仓叫梭哈人工智能，2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个结果，研发费用花了多少，利润能有多少？所以我觉得啊，360恐怕缺现金，卖房子也是无奈之举啊。这个时候卖房子卖不上价格，得腰斩。南方日报报道啊，1号难求，房产过户预约爆满，600万豪宅省税近40万。12月2日，买房降税政策正式落地首个工作日，广州市12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预约除百云区外，其余11个中心全部爆满。有很多人本来是11月下旬成交的，都推迟到12月份，因为这个减税政策确实还是可以省一部分钱。600万豪宅省税40万。我们看看这个杭州啊，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11月份杭州10区含富阳、临安二手房晚签10429套，创全年最高纪录，也是自2023年3月以来连续20个月最高纪录。上个月杭州二手住宅成交均价30296元每平米，环比10月价格29411元每平米，提升3%。二手房啊，价格涨了3%，同比去年11月31962元每平米，下滑5.2%，也就是说环比涨了3%，同比下跌5.2%。根据杭州我爱我家数据，11月份杭州800万元以上的高总价住宅成交总量达到了384套，其中总价1000万元及以上住宅还占了一大半，共计成交207套。这一数据已经创下今年最高成交纪录，甚至超过了楼市巅峰时期2021年3月份的200套。杭州我爱我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杭州的房价啊，二手房3万1一平米，但是浙江其他省份呢，我们看一看啊，浙江宁波二手房是19800，不到2万。浙江温州呢是1万5，浙江金华16800，浙江绍兴16000，浙江台州是13900，浙江嘉兴是12000。也就是说，杭州啊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鹤立鸡群呐。浙江其他的地方房价，宁波不到2万。所以说啊，这个杭州的房价有没有水分，大家自己可以判断。还有人认为房价要涨，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价涨不涨，远期的看人口。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啊，咱们现在人口出生率，2023年是900万，2024年估计是800多万。这个人口出生率啊，已经低于抗战期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几年啊，人口出生率比这都高，比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要低。这个据统计啊，1943年、1944年我们的人口出生啊是900万，但是那个时候总人口没有14亿啊，那时候总人口只有4个亿。我们这个人口出生率啊，最高是2800万，一直降到1000万，现在降到800多万，只有零头。欧美这些国家，日本、韩国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但是啊，他们的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也没有我们这么邪乎。照这个速度降下去，你10年以后，你房子卖给谁去呢？谁来接盘呢？人呢？大量的房子空置，有些中小城市恐怕鬼楼是一片一片，没人住啊。这个人口经济学专家梁建章建议啊，结合房地产
发展现状，他提出给生孩子的人购房优惠，怎么优惠呢？这个梁建章建议啊，3孩家庭买房免息，也就是说你要生3个孩子，那你买房子啊，你可以获得无息贷款，不用还利息。这个倒是或许啊可以试一下，但是3个孩子的负担那也是非常重啊。所以说啊，说这一切啊，也就是说想说这个人口啊现在是个大问题，新生儿下降这么厉害，人口出生率这么低，还指望着房价涨，怎么涨？所以只能啊是个别的城市个别的地区，那房价恐怕还有投资价值，就是它房价还有金融属性，大部分地区啊大部分城市都要鹤岗化，这个恐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专家称目前房贷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多地上调房贷利率下限。专家说啊，仍处于历史低位。12月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杭州多家银行以及房地产经纪机构了解到，目前杭州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已上调至 3.1%， 这是该地区11月以来第2次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此外，广州、宁波、无锡等多个地区也于近期上调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下限，调整后利率下限为 3% 到 3.1%。专家说啊，目前房贷利率依旧处于历史低位，那就让专家多买几套，别在这费劲了，对吧？专家赶紧出手买吧，还等什么呢？准备忽悠谁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专家马官远啊，经济学家马官远呢，他这次啊，在这个一个论坛上，他提出啊，要出台5个10万亿刺激政策，那加到一起是50万亿刺激政策，可以说是语不惊人，叫死不休啊！大家看视频啊，我们必须拿出10万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搞创新。我们的研发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我们必须拿出10万亿，让老百姓来吃喝玩乐来消费，啊，包括在社保方面要弥补各种各样的欠账，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不能再不交了。第三个啊，必须准备10万亿的财政刺激，然后来短期稳住中国经济。第4个10万亿的房地产救助政策。那么我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控局拿出10万亿解决了，那非常幸运啊，非常幸运。这个账其实算下来，这个窟窿特别大，窟窿特别大。最后一个10万亿的地方债化解方案，当然中央已经拿出12万亿的，12万亿的啊，但是我们说这是目前来讲是债务置换。债务置换，当然我更理想的是一部分的地方债能够转成中央债。我觉得马官员说的还是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啊，农民工这个社保，包括10万亿给老百姓吃喝玩乐，这个非常有必要，这个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也算是这个马官员老师啊为老百姓啊呼吁一下。但是啊，10万亿搞这个新质生产力，搞创新，这个就别搞举国体制了。你本质上搞这个什么创新和把钱往这个贵州大山里扔没有本质区别啊，这玩意儿得靠市场，对吧？引导市场去投资，千万不要政府拿着钱去投，这种教训还少吗？我记得那个什么国产芯片什么大基金，好像那几个委员大部分都被抓了吧？那搞出个什么出来了？钱去哪儿了？还有个10万亿房地产救助政策，还有10万亿化债。首先一个啊，你这50万亿钱从哪儿出？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是发债，对吧？由中央政府发债把这钱让，那最后还是全民要还嘛，没毛病吧？就是大家记住了，这钱谁买单啊？上级政府发债，然后让银行去买这个债，哎，钱是募集来了，把这钱让给下级政府发给他们，然后给农民工，对吧？给这充实社保，然后给这个居民发10万亿消费，没毛病啊。最终呢，还不是全民负担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印钱，我不卖，我也不发债，我印钱发给你们，那就是通胀嘛，就这么简单，那就相当于把这个稀释了，对吧？再发50万亿货币出来。所以说啊，专家说的，你看呢，对吧？为老百姓啊鼓日呼，农民工社保，对吧？要解决10万亿老百姓吃喝玩乐，这个想法都是好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实际上啊，这个钱应该从分配中，对吧？政府少花，政府少在投资，不要把钱往什么创新，往贵州大山里扔。这个咱们节目说过好多回，这也是不一样的啊。把这个钱拿出来，没有增加货币，对吧？没有稀释，也不是全体老百姓买单，这是分配。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头条新闻转发的封面新闻一篇报道，叫成都老房猎人，8500元平米老房，年轻人抢着看，月成交量翻倍。主要是讲的是
年轻人热衷于看这个老破小啊。11月见底，郭娟手里握着25套老房的钥匙，骑着电瓶车穿梭在成都一环路内老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郭娟的身后出现，伴随着电瓶车里程数飞速增加，手里的成交量也在上升。说年轻人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老房会是他们人生起航票。像郭娟这样的老房猎人，每天带着年轻人寻觅着房屋，年轻人也寻觅着自己的未来。这个郭娟呢，从事房地产中介20年，夫妻俩的中介店铺坐落在离天府广场仅3个地铁站的石人南路。这个随着房地产政策一步步细化调整啊，这个郭娟的生活越来越忙。原本2天一充的电瓶车时常没电，线下每天都要充电，单价在万元，楼层在1到4楼的老房很俏。现在带看的人越来越多，郭娟手里成交的老房数量在10月迎来了今年的小高峰，较去年同期翻了倍。说年轻人的增多也是在系列房产新政后开始的。从今年初开始，郭娟紧密关注房产政策改革的发布。郭娟用一句话概括说，手里有8万，买不了一辆好车，但能在成都有个家。在成都工作的女孩李元丽刚参加工作4年，手里积蓄不到10万元。李元丽心里算着一笔账， 1.5 乘首付按揭50万总价，贷款30年，首付只要8万元。如果等额本息，月供也才1851元，跟一环路附近的月租差不多。房子还是自己的，不给房东打工，这是我自己存下来的钱，对我来说怎么样都是划算的。这个账看怎么算啊？如果房价下跌，那你就不合算；如果跌了30%，那就被严重套牢啊。那租房不存在套牢的，房价下跌，租金也会下跌。工作4年攒了8万，全部交首付，完了之后还按揭，我觉得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也就是他1年只能攒2万，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他现在月供是1800，正好。实际上最近啊，北京、上海这老破小啊都比较紧俏，而且都是年轻人买。什么叫年轻人买呢？说白了就是刚需房，年轻人第一套房。老破小有它好处，就是它交通啊相对比较便利。年轻人一个人住呢，或者2个人住也可以，环境稍微差点，但是他有个房子。所以说北京、上海，你看成都老破小都比较好卖。还有一个它总价相对低一点，比较适合这个年轻人刚需房。但是啊，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北京、上海的刚需房，因为北京、上海没有办法，它后面还有招，还可以解除限购，还可以其他的这个救市措施啊。所以你不知道它的房价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你保不齐它就往上走。其他的城市你完全可以等，就是刚需房啊，你等得起就等，你理论上是越往后等越划算，因为它救市措施都出完了，它还有什么措施啊？后面只能是发钱，发购房券，不要被中介呀一顿忽悠，乱了阵脚。当然了，你说你等不及了，对吧？没房子结不了婚，没房子孩子上不了学，钱放那儿放着也是放着，那可以买啊，刚需房嘛，买完住了就完了，不要去看它多少钱，但是千万不要加杠杆买，对吧？这你像这个文章中写的这个女士啊，她就是紧巴巴的，那万一失业呢？现在失业多容易啊，这工作多难找啊，多不稳定啊，一旦失业她就没了来源，没了来源，那房子被银行一拍卖，你还欠银行钱，对吧？几年工作白干，何苦呢？所以你就是刚需房，你得掂量掂量你的抗风险能力。哎，你说我5年不上班，按揭贷款照样还，那可以。何况啊，成都的房价它还没开始跌呢，就是跌，它还没有跌透，它那个泡沫啊不比杭州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